在香港那个就是觀塘有間啊。那差不多。ATM 啊，係啊，我在 ATM 有一間。因為我經常有時在，我這個是不是在 ATM？我早兩日係咯，我早兩日去 ATM 見到啊。對呀，這個那天我們不是就在 ATM 買的嗎？是的，我們一起。這些全部都是在那裡吃。只有那一家，差不多好像只有一家。
is this?真係好鬼流，仲有1分鐘啊！想挖。Oh my god！我有啲驚。先。我覺得我有個。我而家喺對面啊，好遠啊呢度。我個井好對面啊。你咁樣交易冇用啊，應該。佢都同我交易，我同你交易呢個。對。呢個係啦，希望冇人過嚟啦。呢個？OK。
我好慘啊！有個人喺我面前，我想 ban 佢，小朋友我要 ban 佢。喺度啊？你邊得到嘅咩？你嗰個是吧？不那個。乜嚟㗎？乜嚟㗎？乜嚟㗎？癲係你偷嘅，我唔係偷咗嘅。偷天偷地呢個手機，即係你嘅手機冇電，你飛水係擺上嚟啦，你俾人哋偷啊！你食唔食呢個？自己篤。我要，呢個擺邊啊？呢個你嘅。唔知同攞呢個，都俾小童啦。我 happy。我攞到啲嘢啦！乜嘢？我攞到最頂頭嗰個最勁喎，呢隻龍啊！好厲害咩？我都想試下攞。好難攞㗎，唔係話你攞到就攞到㗎，係要有人搶㗎。我搶翻嚟㗎。啱啱對面嗰個有嘢攞到，所以我搶翻嚟。哇！你過嚟望下呢個。我又要繼續去揾，衝過去揾。到我衝過去，衝！你過嚟啊你！死！唔得。嗱，你跌低咗。OK 嘅。BAM！咩嚟㗎？你邊啊？呢個老虎好犀利嘅，我要呢隻。去啦！飛走！Oh yeah！ No！ 我俾電線電咗添。你送咗兩個嘢俾我。有個嘢喺盡頭啊！我要去攞。真的，這個非常好的，你英文真的，這有幫助，是。我要搶啊！我係死啦！好煩。嗰個 elephant 你想唔想衝！ elephant？我係衝過去。你買啦。我上節教學裡的時候，我買了2次。可能俾人哋攞咗啦。而家飲辣嘅。看我一次的都看了2次賬號。好快啊！我而家。上次咪係咯，佢買綠茶同埋喺隔離嘅，哇！你買隔離嘅啦，你仲唔講咧？俾人哋攞咗啦應該。我 black 好高，好廢啊！為咗死啦 ！Get out！Get out！ 爆嘅爆炸咗，自己死咗。為咗佢哋開心，我諗住想送下啲嘢俾人哋。沒買怎麼送啊？你不買很。我諗下睇邊個嘅龍最靚，我就會送俾佢。你不用買這麼多。我想要啲晒啊！我啲卡牌晒啊！我覺得對面個龍好靚，個人形就喺度。也有些時候很難受，好似有一次教室上節假的時候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心裡在想11號幹嘛？謝曉欣都係喎。哦嚇！要開喎，幹嘛喎？呢個謝曉欣唔喺線啊！謝曉欣都唔喺線。我買大陸的，我係充電啊對面，我又喺對面。如果買香港，我就中了。再衝！衝再衝再衝再衝！我們又可以吃一頓了。我喺呢度，我一走嚟走去。喂，做咩啊？你哋講笑話。我變翻正常啦。冇電啊！你打開我手機冇電啊！你好講。我要衝翻，我一直衝落嚟。我升級我飛。嚇？點解嘅？你離開啦？做咩離開？369.66和9萬。
里买东西也是老师是6你邊我玩邊個啊？想睇下你啊！ 9尾啊，这样说。要唔要玩搞嘢啊？买给你看嘛。今天晚上我再跟他说。好啊，我加入我私人伺服器啊！頭先大師同冇加入住啊嚇，冇加入住得唔得？跟他说6號9號。我要我哋不如去一個冇人嘅私服器啊！然後就冇加入咯，我嗌你， 30分。大哥我嗌你冇加入，快啲離開啦！有啲嘢你真係唔信。快啲離開！然後拖了6號，然後我問3姐你買了沒有？沒買呀，我不跟你說了嗎？說了3號就買6號9號，6號9號，6號沒買。那也中2個呀。就一個嘛，出了特買6號嘛，我叫他買6號9號嘛，就是特碼。哦，對，打那碼。個怎麼買嘛？那個要買幾個數字，然後再一個特碼。你係咩賬戶啊？大陸的，你算香港大陸啊？大陸的。我加你入去我私人伺服。也有大陸的嗎？有。大陸就是買特碼嘛。哦，就是你，但要選幾個呀？ MEILI 1216可以選多少個，但是只要出了那一個特碼就中了。你買特碼。我第一集我未得， 5塊錢，我整下你啲。你可以買很多個，就是每一個5塊錢，你可以每一個買10塊錢。哦，也可以如果你們就買特碼，就買6和9，就中多少？看你自己了，買你5塊下多少錢就是就一賠43， 45 43還是45？哦，你又可以買兩個 number，哦，兩個2中1，2中1，即係你買兩個中晒兩個咧，又賠好多錢嘅，可以買3個。咩賬戶啊？俾我睇下。可是我覺得香港那個6號才中6個數字，那個很難中。那個真的好難中如果這麼容易，你在這裡吃飯。就是啦。如果嗰個有啲講運氣嘅，有這你啲發現有冇買喎？有啲人中3種，都中4我種。亂說，要我買6號9號，我又沒買。你加入我啊！你幹嘛買6號？我加入你先加入啊！第一陣。告訴我。他們天天買。我加入咗。我加入咗啦，你加入在香港自己買。天天買，他們。然後沒買。要買得不少啊，700塊錢買一次啊。後面的時候，隔了一天晚上，到第2天晚上，我就是趕着是拿身份證嘛，去拿護照，拿着護照啦。 Hello，你做咩啊？我哋去睇一啲 classes 啊？點解再轉晒嘅？然後我就心想着，哎呀，今天買。冇做咩啊？冇加住啊？呢個我私服器嚟㗎。幾十歲都買落去。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有咩先？有咩？好似有好多喎。哇！呢個咩嚟㗎？哦。回鄉證啊。我現在就啊，等埋我啊！我行緊過嚟啦。OK，咩嘅你啊？回港證可以唔使攞。我喺呢度啦，我入咗嚟啦。一齊玩啊！跟住辦多一張回鄉卡就 OK 啦。你去攞木啊吓？他身份證也出來了。我去斬木頭，你去攞啲嘢啊！得冇死啊吓！呢個遊戲入邊。27213。你開始斬木頭啦。衝蛇，快啲！我斬木頭，動作快少少。出世紙嘅 number。出世紙嘅 number 其實就係身份證。係啊。我斬咗樹啦，斬咗樹啦，斬咗樹啦。出世紙嘅 number。然之後咧，放營火。我要殺隻兔仔。你自己買啊嘛。好厲害喎！叫你買，你又唔買。試啊！你講嘅要。我食下嘢啖。我要救小朋友先啊！你千祈冇死喎！我要救小朋友先啊！你千祈冇死啊吓！我覺得師彤可能都有身份證那個號碼，因為他沒給我們。冇跟住我。他應該一過來應該就有了。應該有。那他們大概沒辦身份證嗎？是用某版，要11歲才可以辦。兒童身份證啫，嗰個係。我哋冇。唔係，佢哋係攞嗰啲㗎嘛，攞佢唔係喺香港出世，佢係喺大陸企黃埔啊，佢黃埔呢個我唔知，我唔知。佢要喺香港住滿咗7年以上。7年啊，係11歲。哥哥都是，哥哥就是呢個買了黃埔咪有11歲。個 number 啦，應該。佢咪睇黃埔，但係佢辦唔到身份證㗎。黃渤那個號碼不一樣，不一樣。但是我看那個就是我們那個。就是我們那個佳明呐，佳明上面有他的號碼，但是就是遮住了的。我估計肯定就是他的身份證號碼。
遮住了一。我救緊小朋友啦嚇，等一陣啊！那就是了，因为我们没出嘛，没出身份证。希望俾一啲好袋子吧。那里寫了，他應該有寫了號碼的啦，有的啦。寫咗號碼呀。係。他可能是誒，大師同過嚟攞食物啊！看哪裡了？過去小朋友嗰度攞食物啊！殺死晒啲狼噶啦，安全噶啦。就是那個我們加名的那個表嘛。啊。每一個人都後面不是有身份證嗎？加名表有名字，然後有性別、身份證。他寫的。就是就是房屋區寫嘅。我在想，他寫了一串號碼，不知道是什麼。然後我唔知係咪身份證。佢點解有個號碼咧？係啊，佢寫嘅。啊！你去嗰度啊？證件俾佢，嗰度冇狼噶啦。俾佢唔會有號碼㗎。唔知啊，應該唔同。佢房署應該唔知道你個號碼㗎。那他為什麼寫一串數字，就像身份證號碼一樣的數字？你俾佢嘅文件嗰度可能有呢。我哋去搜集食物啊！文件我們全部是拿但係的。他不可能知道你嘅身份證號碼。是需要查嗎？會唔會查啊？唔可能，他也不能。我去攞食物，最緊要係肉，最緊要。根本就唔可能查。最緊要係肉。你有噶啦，你唔使袋住佢啊！我攞咗2個翻去啊！你劈低佢啊！冇唔要啊！他就給我們寫了證件號碼，寫像身份證號碼一樣。我哋行翻去咯。我以為邊有嘢啊？係咪啊？真係啊！一定係你估簿裏面有。沒有。如果唔係，冇可能房屋署知道你。咕哩咕哩叮叮，咕哩咕哩叮叮，咕哩咕哩叮叮，咕哩咕哩。號碼出嚟。加上你而家冇。夜晚斬樹。黃寶啫嘛，黃寶唔同㗎。唔應該唔同。係啊，唔同㗎，黃寶同身份證係唔同㗎。係啊。係咧。你黃色嗰本簿唔同嘅。如果你咁樣，喂，市政局都要撳你個身份證號碼出嚟啦，唔可能㗎，唔會撳到你身份證號碼。如果我係有最好嘅收穫嘅話，我一定會做到。一定唔可以俾螢火熄滅。垃圾綠豆啊！呢個肯定唔係身份證號碼啦。哇！連續3個斬啊！大師堂望下，哇！好厲害啊，係咪啊？哇！第一次。係啊，呢個係 F 開頭。再植物，植翻我啲嘢，最緊要。呢個肯定唔係。呢個係身份證號碼。係啊，呢個都係。用。身份證號碼。呢個佢未知嘅，我要去 level 到升級。我最緊要係要揾兔仔肉先得。呢個 number 應該喺黃寶仔度。係黃寶。係，往往都唔同嘅，我係唔知啊。唔知種。我肚餓啊！真係要殺隻兔仔。呢個身份證號碼都幾好啊！呢個肯定唔係身份證號碼嚟㗎。咦？一個肉已垃圾啊！呢個兔仔。唔使問啊！呢個肯定100%唔係身份證。趁而家好忙幫尋搜晒啲紅蘿蔔啦。黃過未有，我們黃過是係啊，我哋黃過都係呢個啊 D 啊 D 開頭的，我們現在所有的出去醫院。紅蘿蔔嚟啦！紅蘿蔔嚟啦！全部都用呢個。但佢呢個係有代表嘅意思。係啊，我去嘅第2個小朋友。要防止先知，唔係你呢個身份證號碼咧，連埋本身個括弧嗰個字，佢就寫喺最後嗰個就冇括弧，所以係7個數目字。我呢個海袋子。得6個數目字嘅啫。哇！有2個狼皮啊，3個狼皮。一定唔係身份證。你 Y 佢係。我呢個最優秀嘅呢個。Y 代表你係咪？最多袋嘅最好。身份證或者係。我可以再擴大啲。跳入屋，衝入去。攞啲凳仔先。點解好似攞唔到啊？我唔知咩，再開佢寶箱吧。開寶箱，開寶箱，開寶箱。啊！我有啲嘢想俾你啊！咁奇怪啊！要唔要啊？大師堂，停低落嚟啊！我有嘢想俾你啊！呢個唔肯定唔係身份證。呢度啊！要唔要啊？身份證號碼。要唔要啊？我有啦。咪6個字加1個。哦，咁呢個係垃圾，我俾阿飄仔亂話，飄話飄。好啦，你去領。但係大師堂得6個字嘅啫。我以為他遮住了，我以為他就是摔掉的嘛。唔會，肯定唔係身份證。點解嘅咧？我攞下啲煤。數字嚟嘅喎。絲金。前面都不用看，只看那個前面那個 D。 5個。我而家開啟緊寶箱中，一陣會再講嘢嘅，唔該晒。你幾多年嚟攞身份證嗰個？
我攞好多枚啊，實在，我多得滯。彪，過嚟一浪。彪乜你死？暗陰陰，暗陰陰。我攞咗好多嘢翻嚟啊，來驚喜你啦！你喺螢火等我啊，我 show 啲嘢俾你睇啊！3、2、1，bam！耶！分大了，有啊。可以唔攞。係咪勁呢？我就送他爸爸的時候就。夜晚嚟啦，啱啱好。你沒用過啊？黃果。啊！我都好無聊，想殺隻兔仔。如果行人。
攞晒啲嘢過嚟先。知不知道在哪裡哦？好 man 啊！高興啊！醒了的時候一兜就下了。我又攞咗啲嘢翻嚟啦，我越嚟越多嘢㗎吓，放心啦。好靚嘅眼睛。呢個擺呢度㗎，好過啦，係啊，係啊，你升級咗。口水係咪？係啊，我呢個，我要呢個架，可以攞嚟打箭。仲有我要呢個。點解你又發聲嘅 bro？好奇咧。起身。 10秒啊！10秒就8天啦。是啊。我哋要繼續啦，又揾啲嘢食。十一。好啦，我哋準備出發啦！我要睇木頭之後砌好多。我要幫手揾好多嘢食。過嚟啊，狼！過嚟啊，過嚟啊，同我玩旋轉木馬。過嚟，好搞笑㗎旋轉木馬。旋轉木馬好搞笑㗎，死咗啦！我要揾小朋友啊！救命！我望下小朋友喺呢度咯。你唔好行咁近啊！嗰啲狼有紅色眼睛啊！大哥你真係去？唔使驚，我去望下小朋友去邊，我跟住你。冇跟住我。我發先啊！冇跟住我啊！你傻咗啊！我揾到嗰個段嗰個攤位遊戲啦！我要攞埋啲啲。屋企㗎。喺邊啊？一口出口，我有帶。唔好入去！唔好入去！我盡量警告你唔好落去。咁你喺邊啊？你咪死咗啊嘛！我聽到聲音。唔係，我呀，冇放假了，可以過來看你了。嘣！喺邊誰啊？放工了？姨母誰放工了？死！放假了。冇咁快啊，係咪？放埋啲人。呢度好多狼啦！跟住喺邊啊？我嚟幫下你。三號放工哦。 Go！我真係好悲慘啊！呢啲。初七翻嚟。過嚟啊！啲狼。過嚟啊！聚集啊！bam！爸爸都要放工哦。抱到好攰啦，爸爸啦。Oh my god！休息又可以湊你嘅，係咪啊？ Oh my god！Such a fuck！ That's such a fucking thing！ Stop that bro！ That's such a fucking thing！Let's come here！ Boom！ 我哋有冇做過發射啦？唯有過嚟啊！再見。做咩啊？再見。唔好過嚟啊！如果我死咗點算啊？因為我想食嘢啊。救你咯！你們吃嗎？唔好行咁近，呢個唔食啊，呢個不要浪費啦。橙仔啊！唔好行咁近嗰隻狼，嗰對面有個狼啊吓！你有冇食呢個？你打隻狼，我打死佢咯。Oh my god！蛋糕。死！我嚟。Oh yes！浪費啦。今晚會白襲擊，你去襲擊啊！有2個 quotas 㗎，有2個惡教人啊！你去襲擊下，好簡單㗎咋。我覺得好似簡單過你。6秒7、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夜晚到啦。我又錯啊！我唔得啦，我放棄打。點解？我放棄啊！聽朝早再打。唔制啊我唔制啊！我自己覺得真係唔滿足啊！真係覺得唔制。我而家過緊嚟，我嚟救你啦！打佢！盡之盡力，我總之我有嘢帶翻嚟嘅，就係醫療啦！同我停低啊！呢個鹿喺度追住我癲。你要救命啊！我要死啦！我唔可以俾你襲擊。叫咩？1磅定係2磅？幸好我即時躲開咗嗰個襲擊。標。隻鹿咧？隻鹿去咗邊啊？我望下佢。嗰隻鹿走咗啦。標。我聚集佢翻嚟。快食嘢啦！
我冇做咩擺呢度出邊啊！一陣落雨，如果聽朝早落雨咧，啲木會濕晒㗎。以前佢哋做生日咧，起碼啲木會濕晒㗎。快啲把啲木擺入去。唔使咁大個。係，而家係1磅或者2磅就到 OK 㗎啦。食唔到。邊班 OK 啊！啲木擺晒入去。一般的吧，我就覺得。 OK，係咯，呢隻木得。呢個 size 我好耐以前曾經攞過一個好大嘅，仲紅色㗎嗰個，曾經攞過一次。但不過跟住結果幾日就冇攞過啦。邊，我攞白啦。我有一個指南針，個指南針。佢講咩啊？一些步，哇！原來有嘢㗎 ，bro， 去死啊！誒，同我過嚟啊！入去池塘啊，跳水啊，好好玩㗎！哦，即係落雨啊！唔使，我殺死佢得㗎啦。呢個嘢可以攞嚟做嘢，擺入去 OK 嘅。阿法狼皮我嚟㗎，我要救呢個小朋友。如果我唔救，我唔制嘅，我真係唔制嘅。我一定要救佢，就算狼。我係守護住屋企，因為屋企啲火。你守護佢啊！我發火啦！ Oh no！而家落緊雨，啲火都啲樹木已經。我發緊火啊！唔係，而家止唔止200幾啊？200。好，我準備8。 2磅喎。係啊，200啊。係啊。邊用？我唔想落雨啊！我打死個落雨好冇啊！冇啊！你冇打死。我個仔係咪啊？草能量。之前生日。嘣！死！哇！啲狼即刻死晒。唔係啊，你喺邊啊？再打多個。香港人咧好。呢隻狼。邊邊？唉，打唔中。垃圾狼。你喺邊啊？我都嚟幫你，因你打一下，我手一下。死啊！而家好多人到呢度。嘢都食冇咁甜啊！你唔好跟過嚟啊！好危險㗎對你。邊死？仲有一隻狼。小朋友係咁㗎。我呢度啊嘛。幼稚園都打機㗎。老人家都係咁啊！死，仲死係嘛唔好話。 ？OK，冇上去住，冇上去住，上面好危險。地鐵你喂啊喂啊喂啊！嗰個人揸住部手機。真係。邊個唔揸住部手機？救咩？消磨時間咯，搭巴士都好啲，可能啲人喺度。打死佢 OK，I done。 ！Oh my god！ 我冇落去，冇落去。你企喺呢度睇我殺。歲晚晚都喺度耍酒。嘭！過嚟啊！啲狼過嚟，嚟我聽到小朋友喊，冇啊，唔好跳落嚟啊！喂啊，你有問題？過嚟啊！我引透佢過嚟，好彩引透佢過嚟啫。過嚟一啲狼，好搞笑啊！佢聚集埋一齊。3、做啊嘛。 2、1，bam！喂，你可以咁都得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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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h my god！ ！Oh my god！我死咗，你救下我得唔得啊？死咗啊！好早起身㗎。你救下。 5點鐘就起身㗎啦。Ella 我 dance。老豆咧喺深圳住嘅時候，佢翻去深圳唔習慣啊，嚟我嗰度住。你救下我啊！ OK，死咗。你死咗嘛？係你摸下隻骨頭。係有你搞笑你真係搞笑。佢教小朋友啊。住咗2-3年。係啦。喺小圍村。 Let's go！ 我去攞小朋友仔，因為我救到佢。咁我開步槍啦。啊！跳過去。唔使佢啦，就係6人啦。冇咁辛苦。點 Oh 講 my 咧？ god！ 你先住喺我有部槍啊，要唔要啊？我送俾你啊。我有啊，我有槍啊。中意嗌下美團啊。咁我步槍吧。唔中意就係拖行落街度。好有用啊！我好真心。24小時都有嘢。阿黃。有啊又好平。又點？狼喺度啊！救命啊！美團有得打，你中意唔中意落街？救命啊！我要打陣間啊，食，算到過嚟啦。快啲救我啊！救！好煩啊！呢隻狼。係啊，樓下附近冇死我又死咗，你煩唔煩啊？呢隻狼。給他發多少錢啊？等陣再去揾醫療吧。仲有30幾分鐘。阿胡咧？好，拜拜。我又餓啦。我仲有一半。落喺度啊！我跟前唔放啦。
自己做。我唔係個，我要跑翻去唔得。他會的，做手他會。他剪自己。你喺個洞入邊等啦，我死咗你冇辦法。我以前20歲啊，20幾歲嗰陣時24出頭啦，同啲朋友咪日日打機打。以前好興嗰啲網吧㗎嘛。5、6個人就落去打機。我去上網吧打天光，打完天光，跟住翻工，翻完工我瞓覺，第二翻攰啦，頂唔順啦，瞓覺。跟住第二日又嚟啦，翻完工又去打，成日去打機，日日都去打機。無論啲男又好，女又好，個個都中意打機。好啦，我救咗個小朋友啦，我唔去嗰度。可唔可以佢就喺我屋企瞓啊？可以啊。冇啊冇。可以啊。他吃了沒有？吃了。能唔能到？我去教嗰個黃色嘢啦，到。我睇下佢喺邊度先。我睇下嘅咋，我唔去殺佢住。就因為我仲係冇能量，你快啲食嘢啊！你死啦，真救唔到你，真係啊！我咪度。而家2個。我真係唔同你開始，你唔食嘢。我去揾啲嘢食翻嚟啦。OK。呢度有好多嘢食嘅，其實。請小心前方有熊。數下風。太多啦。做咩2。聚集埋一齊最爽。好中意同佢傾偈嘅，同佢傾偈好。等陣有龍啊！冇啊，好少。殺我！大膽！真係好大膽。冇乜肚腩。你死咗，跟住你死咗咯，我真係幫唔到你。我可以養寵物㗎，我好想要養。我都好想要嘅，你喺邊啊？我去揾你。死啊！爹啊！高人爹。我冇行過嚟。我真係要。11歲都還沒貼來的。呢個真係喎，呢個真係寵物嚟㗎喎。我想要養個寵物，養寵物最好。我攞支笛先。我支笛啦。你有冇攞個笛翻嚟俾我用下？嚇？有冇攞一個啊？你唔識攞咩？我唔知啊，喺邊走過去啊？我響鐘俾你，響咗鐘，你跟住我嘅鐘分行到屋企。你面皮都厚。喺邊啊？呢度。我用支木笛去整下啲嘢。我想整個狼。遊玩。我好中意狼仔㗎。No。Stop 咋？係，仲有15分鐘好似耐唔到。我最中意見佢屙屎嘅樣啊！唔得啊！你屙屎嘅樣好得意㗎，揸住佢。咩喺呢度啊？係啊。跟住。我聽日。翻屋企啦！我翻屋企先，聽日先嚟啊！係咯，我聽日先嚟翻我嗰度。你想要啲嘢，我記住㗎。我有啦，我整遊玩。假酸啊！開頭啊！貓頭鷹啊！救命！我都好驚。隻貓頭鷹過緊嚟！救命啊！隻貓頭鷹過緊嚟！其實唔係。貓頭鷹過嚟唔使驚你。你喺邊啊？我喺屋企咯。我去着個。咁所以冇乜大便嘅。係啊，屙一次我同你講，屙好多。係啊。佢個尿片都屙唔到喎。哇！咁犀利啊！好勁，你知唔知？你咪日日都有一排？一時咯，有時咧1日1次，有時咧又打2日3日。喺邊啊？不過你就唔買牌。係有一次咧。我去廁所。我的就是一半半的。係啊，都會有時真係。好難洗，衫又有嘅。所以我上次3姐出生日的時候，又喊着来。
我那个有啊肥皂。有肥皂买啊？没有，我看了我我有啊，我看到肥皂，看到肥皂哦。有，你問佢啊嘛，有㗎，分㗎，有。我哪里有？看一下。冇啊，你百佳都有咪有分揀㗎。買咗啦，買咗啦。邊度買咗？真係有，你問啲 sales 啊嘛，你問佢分揀喺邊度，佢會指俾你㗎，有㗎。沖涼的我是看到了，但是洗衣服的真的沒看到。专门洗衣服的，专门洗衣服的，专门洗衣服的真的没看到。冲凉的是有，我看到了。專門洗洗衫褲嘅番梘就有。但是是不是洗得干净啊？真的洗得干净啊？别人都说小朋友的那个。我揾到，誒大師同我揾到啲嘢啊！我揾到 stronghold 啊！我而家洗唔到我掉喎，哥哥同咩啊？咩事？哥哥？唔係啊，我揾到 stronghold。我係啊，洗唔到我掉㗎。幾鬼難洗啊！哇，我唔洗㗎，我唔搓㗎。係咁捽，係咁捽。我等呀。不是我兒子的，我通常他拉的，然後很髒，我就全部給他扔了，我不洗的。我洗刺桐的衣服我都洗不干净，我都不要了。大家的衣服都没洗干淨啊，我說不要了。B B 啊，我都係嘅抌㗎，我唔洗㗎，係污邊有糟啊！咁多 B B 衫啊？唔係我哋要執人嘅咯，我要執人嘅咯，好似有啲人哋送嚟嘅，我就會執。我會執人哋嘅衫。嚇！打緊人啊！洗衣服。我隻兔仔喺隻火度啊！買呢個係新嘅嘛，你要用肥皂係洗得乾淨的，不會乾淨。我專門買了肥皂回來搓。3點鐘。因為那個我們去買的超市沒有。3點鐘。那洗小我去的盒馬沒有。他說洗小孩子的衣服，你買個肥皂的，買那個洗衣液很難搓的啊。他說用肥皂好洗一點，搓得乾淨，真的是我買個肥皂回來，然後3點也給他。要不要再放下啊？肥皂，因為小孩子的那個便便的真的是難洗。是啊，我就把它扔了，我買很多。以前我沒洗過。哇，好難洗㗎，真係唔係講笑。我是沒搓過，我都洗過，真係。我搓到一下搓唔乾淨，我就崩貴咗。係咁捽完洗，哇！嗰個真係我都未試過洗嘅，洗得咁。你係一笪嘅，一笪嘅，你睇到呢咁密笪我就唔要㗎啦，我成條褲等㗎啦。我會買多啲，我嘅仔又真係冇執人哋嘅衫，我嘅女就執人哋嘅衫執好多，係真係執好多。係啊，唔係有啲人 B B 嘅衫佢都送埋俾我啊嘛，我咪呢日是但咯。跟住哥哥又有啊嘛，有少少未送俾人啊嘛。哎呀，我咪大把衫着。我嘅女係執到好多喎，執人哋啲衫褲。我好久沒告你了，說。回去給了那個東西，我不用說了，我抱一下，我可以跟他也。忘記乜嘢？現在都不能笑了。係啊，而家識笑啦。啊？如果嗰隻鹿殺我哋咧，我哋做一個方法啊！一匿埋喺小朋友帳篷入邊，二匿埋呢個架入邊，就保護我哋，得唔得？我有叫我叫媽媽。點解啊？媽媽辛苦啦。哇！你養咗咁多寵物？我餓啦。嗰度有鑽石啊！我哋一齊去打敗啊！大師徒，跟住我啊！跟住我啊！
我朋友死咗啦，你现在吃多一片。我要自己生活喺自己嗰度，我要求自己不停在斬樹，呢個係我同意。这个菜呢？你做咩啊，大師徒？大師徒繼續玩，我仲喺個遊戲入邊啊，星頭。大師徒我仲喺遊戲入邊玩緊啊。我好驚啊！我就而家我要 keep 住斬樹啊，就因為我驚我螢火熄咗最煩噶啦。又寫落雨，我要不停 level 佢。唔制啊，唔夠，再斬，2、3、4、5。今次遊戲冇生存最多。我生存識7呀。唔夠。兔仔殺一個，殺。OK。斬樹。1、2。我這個是在3樓買啊。Pro。買了2排。反正就赶紧收就行了呀。这个不要了吗？不要了，没事，不吃了，不要了。他把这些都倒掉了。这个呢？我要大个表。怎么样？放这里吧。这个是鸭子，等一下带回去哦。我不带了，还要我带回去？那个要。这个要。这个封起来，这个留起来。我把那个洗起来。明天吃多一天哦。是啊，你明天吃多一天。啲教徒我要去死喎！教徒死啊！明天我们过来带短信去吃。明天你不吃辣的，我们再来吃一餐。吃辣还是不能吃辣的。我现在感觉我要吃辣，我上次我要骗是。辛苦啊。这辣椒面还要吗？有肉食啦。那我要放西红柿。明天要吃的时候再煮。都沒有了，全部都沒有了。这个也要扔到吗？恢復翻正常啦，所有嘢。就是这个倒在这里，你再扔出去就行了。唔使，執好佢，跟住呢個汁唔係揾個膠袋包住佢成包擺落去。可以啊。就用呢個膠袋。係啊，包擺落去㗎啦。姐姐，我就放西紅柿了。姐姐，狗狗。这个潮水。姐姐，短白冰。姐姐。有。直接这样装就行了嘛。我拿把手电刷。啊？我浪费那个盘子，那盘子要全部洗。有这样放了。My God！呢個倒去廁所好啲。倒廁所。呢個倒廁所啲嘛。你要沖好耐喎。即刻沖。唔係，即刻沖都唔得。唔係即刻沖可以開燈，係。唔應該唔得。你倒落去即刻撳水。係。死。
翻嚟我營火啦！風大師圖過嚟望下，我仲係玩緊 Still Playing。你攞個袋，等過嚟。要抌出去先，費事流水。如果你行開開門， OK，攞點解唔關門嘅？攞呢個嘢，攞個嘢塞，攞個塞。我塞。佢死咗啦，所以唯有我一個喺呢度過夜。我都唔知點算，我唔知 Roblox 有咩問題。Hello。斬兔仔。凍水好難洗。我身處第24天啊！我又要斬啲木啦。我每日嘅生活係咁啊，斬4棵樹，跟住先去。就因為以防萬一。OK。預防萬一要斬樹，呢個又係斬樹。穿過啦，唔理啦。屍體我唔理你啦，我懶得理。好啦，目標。OK， 我唔怕。OK， 我滿足。到我去殺人時間。到。我要去攞鑽石啊！啲鑽石啊！發光緊啊！我想攞啊！我要打死晒啲惡教人佢。目標打死晒啲惡教人佢。OK， 我打死佢。9月份那個時候才給那個呀。9月份等到今年9月份的時候。唔使㗎，你出咗世就而家房加個名過嚟。你說等到是那個9月份分房啊，申請房啊，才可以申請。你要加名才可以申請。唔係，你而家可以加個名好啲。說你們要快一點嘛，你們在考慮但是也要一個。明天下班回去。這個放哪的？就放這裡，放桌面。我跟你說，香港做事情很慢的。係啊。好慢嘅，我跟你說。唔係。你係。咁你請問一下。嗱，我打緊教徒。我申請公嗰陣你就陀住都可以加啦。唔可以美國。陀住要幾多個月之後可以加㗎？你講得啱。係啊。本身佢冇名啊嘛，所以唔加得。佢冇名就唔加得，如果佢有名就可以加。
我就之前我哋申請公屋，我就知道第一時間係我先生申請咗，跟住佢就加埋我嘅名，即係我哋結婚證書有我名嘛，跟住我先生加咗我名，跟住我陀咗有就我陀咗有之後咧6個月之後我就加埋你有名啊嘛，你本身有名啊嘛。唔係，本身就係你加咗名先㗎嘛。係我先生佢自己一個人登記先，跟住到你啊嘛。跟住佢就加埋我名，借個結婚證書要加埋我名。加咗你先，啊，跟住我有咗嗰陣時再加嘛。 6個月之後加咁啊冇問題咯埋我仔，係。咁啊冇問題咯，你本身間屋有名啊嘛，佢冇啊，本身就冇，所以就唔可以問咗㗎啦。明白。你本身冇。所以我而家未明白啊，點解話要等到9月份先唔係，可以加你係仔？ 9月份先開始嘅，哦。即係開始西湖，好似係9月。我終於死咗啦！哦。跟住第26天終於死咗。係啊。係啊，提前加咗名名先啊嘛。